各位大家好，我今日就會讀出刊登於《爸爸單車尋找生命的角色》topic 爸爸力量傳承。陳志遠熱愛旅遊，曾經到訪過80幾個國家。佢亦都認為旅遊係一個展現地方品味嘅櫥窗，於是本地創立深度旅行社，常常跟兒子一齊探索呢片彈丸之地嘅有趣之處。陳志遠爸爸係印尼華僑，喺印尼出生同埋長大，後嚟返到中國大陸念大學，文革後輾轉嚟到香港定居，同太太生咗陳志遠同埋佢嘅姐姐。對於爸爸嚟講，香港只不過係佢哋嘅新居。細個嘅時候，陳志遠會跟隨爸爸返印尼探親，但係佢冇深究點解要到印尼，亦都唔知道點解印尼會有親戚。一切待佢成立咗深度旅行社之後，佢先發現自己原來唔清楚自己嘅爸爸媽媽嘅成長故事。細問之下，佢先知道佢哋嘅前半生過着顛沛流離嘅生活，而一個城市變遷嘅故事，正係由呢啲細碎而重要嘅片段組成。爸爸嗰代人對香港沒有太深厚嘅感情，畢竟香港只係一個謀生嘅地方。呢一個城市嘅色彩就由佢哋呢一代人開始建構啦。想當初，陳志遠十分享受旅遊，卻非一開始就以香港為本位。佢同太太遊歷咗好多嘅國家，喺旅行中佢發現一個看似平凡地方，只要深入地認識，亦都會發現故中精彩之處。回到香港，佢發現自己嘅身處之地其實都十分精彩。旅遊係一個展現城市獨特性格同埋品味嘅窗口，告訴別人你係一個有文化、有層次同埋有格調嘅城市，而你唔會想話俾人聽自己好庸俗。作為香港嘅一份子，冇理由唔將香港最好嘅一面展現出嚟，讓別人覺得你有型同埋有品味。陳志遠成日開玩笑講：珍惜生命，請勿創業。事實上，開辦深度旅行社其實唔係一件易事。深度遊顧名思義，每一個行程都獨特而深入，要做嘅研究功夫實在唔少。加上佢凡事親力親為，成日親自帶團，亦都要處理繁碎嘅公司文件，常常忙到不可開交。雖然工作忙碌，佢亦都會多預留時間陪伴3個兒子，所以佢往往以最有效率嘅方式分配時間，不讓忙碌嘅工作佔據家庭生活。陳志遠嘅大仔5歲，二仔3歲，細仔1歲半。佢同太太有2個兒子，希望追多1個女。雖然第3個仔都係男仔，但係佢哋亦都唔打算再追啦，因為經過深思熟慮後，覺得如果第4個嘅話，時間就好難分配啦。為咗好好陪伴兒子成長，就放棄呢個決定。3個小孩都係男孩子，佢坦言有點壓力。3個都係仔，老豆必定係佢哋嘅榜樣，會有種責任，亦都會某種壓力。佢哋當你係榜樣，你就要好好注意自己嘅言行。作為父親，生活上嘅細節亦都佢好在意。陳志遠平日都好鍾意食薯片同飲可樂，但係佢有種意識就係盡量唔好俾孩子面前食零食，盡可能俾孩子示範健康嘅飲食。有3個孩子喺香港算係一個大家庭。陳志遠講家中3位小孩相處其實係一門與人相處嘅藝術。認識伴侶係一門藝術，有咗孩子就要更加認識多3個人。佢哋3個性格唔盡相同，大仔偏向文靜，有啲完美主義；二仔佢係不拘小節，性格比較外向，有啲古古惑惑；細仔就係好有主見，雖然只有1歲半，但係已經睇到佢會堅持己見。前陣子因為疫情停課，佢哋成日都會與當時4歲半嘅大仔周圍去，有時行山，有時行水塘。除咗能夠吸取新鮮嘅空氣同埋活動筋骨，亦都係優質嘅親子時間。佢會邊走邊告訴兒子唔同建築故事同埋歷史，即使兒子未必明白，但佢都會感受到城市四周嘅文化氛圍，視野都會更加開闊。我細個嘅時候冇太多機會周圍行，我嘅信念係街道以及唔同嘅地方就係最好嘅課室，能夠從中學習有唔少嘅知識。呢啲知識滲在唔同地方，親身見證過後就會有另一番得着。同個仔講大自然係點樣，同一個水塘，春夏秋冬帶佢去一次就係最好嘅教育。
大仔好鍾意香港嘅交通工具，尤其係鍾意乘坐地鐵。佢陪伴大仔去海洋公園站，走上附近嘅南朗山。大仔更加開心地同地鐵站名合照。佢亦都會帶個大仔同埋二仔到宋皇臺通車前開放參觀日。只有陪同佢哋一齊去一個地方，先能夠明白佢哋嘅視覺，亦都會睇到啲乜，留到啲乜。例如個大仔好鍾意睇路牌，當中嘅細節就係話俾佢哋聽，要陪同孩子先會掌握到佢哋啲咩好奇。相比起哥哥，二仔對各種新事物嘅好奇心咁重。近日二仔突然講好想要一啲升起嘅氣球，陳志遠就買咗一罐氫氣喺屋企同個二仔玩充氣球，睇着氣球飄到半空，二仔高興得不得了。有時小朋友會萌生好奇怪嘅想法，但係其實又好簡單，珍貴嘅係爸爸媽媽陪佢哋去實現佢哋心中嘅大計。作為一個城市保育者，原來保育初心同孩子都有關。我對建築保育嘅堅持係因為想到點解呢啲建築我哋仲有機會親身睇到，但係我個仔長大後就未必有機會睇見啦。點解呢啲咁重要嘅歷史建築只能夠喺書本睇到啊？既然我哋而家能夠繼續享受呢啲生活文化，就要諗一啲方法，讓我哋嘅小朋友都可以繼續享用。講到父子傳承，陳志遠認為唔係將自己嘅衣缽俾孩子繼承，或者讓佢哋繼續做自己所做嘅事，而係為咗佢哋保護呢一個年代重要嘅事物，唔好讓呢啲事物喺佢哋嗰代消失。皇都戲院慶祝65週年嘅時候，我個二仔啱啱出世，我哋正喺度爭取保留皇都呢一座建築。如果可以保留，咁就可以慶祝100週年嘅時候，佢就35歲。如果當晚佢就同老婆去食餐廳食飯睇場戲，其實係一件好有意思嘅事。如果嗰一刻佢嘅爸爸沒有參與保育，佢哋就冇機會啦。然而佢最想傳承俾兒子只係一份此生不枉嘅精神。佢希望兒子就好似爸爸一樣，揾到自己鍾意做嘅事，就算辛苦都願意盡力，讓自己嘅人生不枉過。全文完，各位晚安。